咁接住44條啦，咁一條標準分 standard score 同埋平均值啊，標準差嘅題目啦，咁即係 mean 同埋SD 嘅題目啦。咁首先啦，就係46減翻嚟個 mean 除翻嚟個 SD， 所以 SD 我哋都係唔知嘅，咁等於-3。咁所以就出現咗一條公式，就係46減 mean 等於翻-3 SD。咁同一個道理就係用埋後面嘅資料，86減翻呢個 mean，即係2 SD。OK， 咁所以聯合方程之後，你就會計得到對應嘅數值啦。咁你嗰個嘅 SD 咧就會變咗做8。OK， 咁接住你就會計得到呢個 mean 咧係70。咁因此啦，計 x 就係 x 減翻你個 mean 除翻你個 SD 等於1，所以 x 等於翻70加8，所以答案78，答案係 D 啦。